做咗10年，我見過嘅坑太多啦。第一個貪平，見平就買，但係買完之後先發現生活好唔方便喎。買餸9條街咁遠你都去唔到。第二個睇樣板間，你買套樓起碼住10年嘅喎，唔係睇10分鐘樣板間就 OK 嘅。第三個聽朋友講，我有個朋友買咗間屋幾好嘅喎，但係每個人嘅情況唔一樣。響中山同珠海好多地方差別好大嘅，有啲地方適合投資，有啲適合養老，有啲直情唔建議你買啦。我唔驚你唔買啊，就驚你買錯咋。如果你係香港人想北上養老，又驚買錯，又驚買貴，直接 WhatsApp我用最直接嘅方式幫你分析清楚。